为提升本乡学生语文能力，本所于9月9号在秀林国小办理109年度乡内语文竞赛。乡民代表白思义、王泽元及本乡各国小校长皆一同到场关心竞赛学生。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，恭喜今天所有得奖的小朋友们在激烈的竞赛中脱颖而出，你们的努力看得到成果，也期待各位小朋友在未来的比赛中能够超越自我，拿下更好的成绩。秀林乡公所非常重视乡内语文能力的培植，每年皆会办理族语与国语文的培训课程，邀请各专业领域的教师亲自指导，就是期望能够提升本乡的语文能力。本次国语文竞赛项目共有国语演说、国语朗读、太鲁阁族语朗读、阿美族语朗读、作文、写字及字音字形竞赛。经过激烈的竞争后，各项目第一名为国语演说嘉明国小林瑞宇，国语朗读和平国小林静，太鲁阁族语朗读富士国小董浩伟，阿美族语朗读文兰国小黄云，写作和平国小林子成，写字水源国小尤一分，字音字形和平国小吕新达。以上荣获第一名殊荣的学生将代表秀林乡参与花莲县语文竞赛。本所亦将开设语文竞赛培训课程，协助代表本乡学生能够在更高层级的比赛获得佳绩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@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